頑張る頑張る。相手をしない。おお。やばいやばい。这谁的？我们2018年的11月日本的片品村村长梅泽村长特别率团来埔心参访。那当时因为天气很冷，那可是呢，因为我们带的村长一行人特别去采我们当季的番石榴及葡萄，然后最重要，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埔心的葡萄酒跟相似的景色，尤其是黄山远故居，有他们日本建筑的风格。那我们在今年2019年的5月20，特别利用我们公务参访的机会，我们莅临片品村。那我们特别参观片品中学，已经改建完成，花了41日币改建完成的片品中学，然后也参观他们的技能教室对整个教学的一个专业，然后技职教育的培养，非常的留下非常大的印象。那也到我们的村公所，就是我们的公所，他们日本的村公所参访。那我们对整个日本的我们的这就是基层的这些公务机关，跟我们彰化县的非常类似。那他们的尤其是他们对地方产业的推展、跟教育、跟文化，还有观光这一块，跟那个农业都非常积极。那我们透过今年他们特别，我们邀请他们在利用暑假期间，片品中学的学生，他们总共有25个学生特别来到我们埔心乡的我们的县立的埔心国中来做交流。那我们除了让我们学生互相交流以外，那我们特别让他们体验那个就是手绘的 DIY， 然后也参观埔心国中的制造中心，然后体验那个我们台湾的工艺，就是有一线切割跟雷雕。那也透过这个方式互相交流技职教育跟我们专长的培养。那我们今天特别也晚上也到我们埔心的就是神农奖得主的蘑菇部落用餐，也让他们去观赏我们台湾有机农业，就是那个菇类的生长环境。那透过这种交流，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不仅是我们的文化然后还有教育跟国际视野的开放以外，最重要就是藉由这个机会，也让两边的学生能够奠定一个国际观非常欢迎梅泽村长这次的莅临，也希望借由这一次奠定更好的交流基础。はい、行くよ。熱いよ。あれ、後ろ歯どうした？顔入れて遊んだ。次は残ってるこの部分、これはね、靴のカバーとなってます。履くように自分の